又係我 Tasha 師傅啦，咁今日就會同大家講就係呢一個犯太歲嘅屬馬。咁屬馬嘅朋友仔咧，你哋今年係犯咗 double 太歲，一個就係直太歲啦，另外一個就係刑太歲啦。其實刑太歲嚟講係比較差少少，最主要影響係情緒上面啦，亂諗嘢啦，同埋個桃花都比較弱少少啊。因為由於你成日亂諗嘢啊，疑心重啊，唔信任啊，導致本身你有另外一半個關係都會越嚟越差，因為你唔相信去質疑佢。嗱，記得今年要學習嘅課題就係要好好溝通。如果你真係好唔開心，去多啲旅行又好啊，或者可以去多啲沙灘又好啊，接觸多啲大自然嚟排走你嘅負能量。嗱，不過都有少少好嘅嘢嘅，就係你有粒象星啊，象星亦都係講緊嘅事業啊。今年你會好多時喺個事業嗰度會受壓力啦，好想突破啦，你有好多嘢做啦，你會好想去做多啲唔同範疇嘅嘢。其實今年咧係可以將你嘅壓力轉化成你嘅動力，一定要拿捏得好呢個位，咁你條路就會越嚟越好啦。